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fred。今日去台北信義新天地 A8 嗰邊食日本料理自助餐。呢邊係行街位，日頭喺度 shopping， 夜晚喺度食飯，唔使周圍走。去旅行安排行程都幾方便。間餐廳叫做 Nagomi Ya， 其實係飲食集團欣葉開嘅。欣葉有好多餐廳，包括米芝蓮一星台菜，我之前都有出 post 分享過。今日我哋食晚餐，每位1580新台幣，400蚊港幣左右，可以喺翻佢哋官網訂位。5點半食到9點半，總共4個鐘頭。間餐廳都幾爆嘅，建議早幾個字去門口排定隊，夠鐘就會輪住放人入去，類似香港大字頭嗰啲放題店嘅做法。廳面都幾大，有成200幾個位，亦都有包廂，擺台佈局正常。呢間餐廳主打日本和食文化，從環境服務到食物都好刻意去營造日式風情。有別於一般港式自助餐嘅食物分類，呢度會參照日本會席料理嘅分類方法，即係鮮腐、造身、壽司、洋物、烤物、炊合食肆等等。我哋由門口位開始睇，首先係刺身吧，一定係重點之一啦。全晚 keep 住都會有幾個人喺度攞嘢食，但師傅動作好快手，每次都唔使等好耐。當晚有8款刺身，例如有堅魚、間八、旗魚、吞拿魚等等，品質狀態都好好。食客要幾多，師傅都俾幾多嘅，冇就住啲份量。刺身隔離係隻燒壽司，總共有6款，每次限攞3件，全部即叫即做，有乾貝、星鰻、和牛等等嘅款式。每一款壽司都會個別去做調味，整體質素相當唔錯。香港部分收得貴貴地嘅單點壽司店，啲品質其實都係咁上下。今時今日要做一個醒目嘅網民，真係冇咗 VPN 唔得啊！舉個例，想跟上潮流玩下 ChatGPT， 香港同俄羅斯、北韓一樣，都係唔用得㗎。想用就要翻牆，虛擬咁樣衝出香港。我就用咗 Surfshark VPN 幾年啦，除咗可以打開新世界大門，睇到更加多嘢之外，佢本身就係一個虛擬私人網絡，透過加密你嘅上網活動，封鎖廣告同惡意軟件，上網就安全好多。同一個賬號可以喺無限部裝置使用，除咗手機同電腦，好多作業系統都兼容。無論係香港居家日常，定係去旅行要連酒店 WiFi， 又或者移咗民想睇翻啲香港訂閱咗嘅內容， Surfshark VPN 都幫到手。我知好用係唔夠嘅，最緊要係有優惠。而家用畫面呢條連結，又或者用我嘅優惠碼，就可以免費用多4個月。下面說明欄會有相關資料。再隔離就有啲鮮腐已經做好晒，一碗碗擺喺度，例如有生蠔醋凍、花枝葡萄蝦，大約有7至8款。品質我覺得冇刺身同壽司咁好，但佢哋既然以會席料理做主題，呢啲鮮腐或者八寸就一定唔少得。食刺身之前先嚟呢度攞2-3款試一試，儀式感滿滿。順住個中島轉去第二邊，就會有一啲已經整好咗嘅壓壽司同卷物。唔想下下排隊等隻燒壽司，都可以過嚟呢度攞幾嚿頂住先。再行過少少，仲有即叫即做嘅手卷添。另一張台就有啲冷盤，冇咁傳統日式料理，有個牛小排冷隻同鹽曲地雞都幾好食。再轉個彎就有幾煲湯，分別係香菇雞湯、蜆肉本田味噌湯同埋蔬菜牛肉湯。
呢個係全晚最好食嘅熱葷，叫做和牛京夫山椒煮，用上 A5 黑華牛，師傅真係忙到全晚冇停手 ，keep 住前面都有條人龍嘅。由於佢係逐份整，加上係用好低溫嘅湯去浸熟件和牛，所以平均都要等5至10分鐘先攞到一份。我就特別好彩，排咗10分鐘埋到去，啱好成兜嘢冇晒。去到呢一刻，師傅先叫同事去廚房攞牛肉。咁個廚房其實就半開放式嘅，我望入去個廚房，見到佢哋係過咗幾分鐘之後，先有師傅開始處理啲牛肉。我同埋後面成條龍10幾人，最後就企咗幾個字先有得食。如果行政管理做好少少，絕對可以避免呢個問題。不過塊牛肉係好食嘅，我最後都有再去排。佢哋都有個切肉區，有燒牛肉同燒排骨，我就淨係試咗燒牛肉，鞋地又冇乜肉味，又冇乜醬料可以加，只能夠話係聊勝於無。呢個星鰻湯葉卷就幾好食。我哋今日就順住個方向睇咗甜品先，轉頭再繼續講熱葷。自家製雪糕有6款，我哋攞咗威士忌香草同抹茶，2款都係冰感比較重，食落霎霎聲，奶味亦都比較淡。呢度嘅甜品區可以話係好完整，選擇多之餘，款式上真係好有誠意，係有日式甜品俾你攞。平時我哋喺香港嘅日式放題，啲甜品都流流地，通常都係幾款入貨嘅雪糕，再加啲預製甜品，而且啲款式多數同日式2個字係完全無關嘅。呢度就唔同啦，有現場整嘅大判燒，有抹茶味同紅豆味，唔係講笑，啱啱整起熱辣辣，外脆內軟。我哋試咗幾款日式甜品，金骨道明寺、抹茶卷、櫻花水信圓餅、抹茶半月燒，唔單止外表精緻，用料同做法都幾認真㗎。跟住我哋繼續睇熱葷，有個蒸櫃喺呢邊，有鰻魚炊飯、茶碗蒸同埋土瓶蒸，水準都好正常。特別係個土瓶蒸，長期擺一壺喺自己台面，好過飲其他湯同埋飲品啦。望下另一邊，其餘所有熱葷都擺晒喺呢張台。最右手邊就係所有炸嘢，唐揚、吉列、天婦羅，款式相當多。但有一點都幾搞笑嘅，作為一間專門食日本料理嘅餐廳，佢哋對於食物嘅名稱就唔係太講究。有啲嘢明明係吉列，佢又話係天婦羅，不過就無損食物品質。啲炸嘢平均嚟講都幾好食，特別係星鰻天婦羅，可以咁樣任食都幾好玩。左邊就有啲煮物同燒物，我就冇乜試佢啲煮物，重點講下啲燒物啦。佢哋就唔係自助餐，一開始就已經擺晒所有款式出嚟。根據我嘅觀察，喺頭1個鐘，佢哋都係擺好少嘢出嚟，張台直頭吉吉地，我估計係特登嘅。可能係啲食客一開始都係集中火力食刺身壽司嗰啲，佢哋就唔想啲燒物冇人食擺太耐，索性遲少少先開始出。但呢個做法就有好有唔好啦。作為食客，見到個自助餐都開始咗咁耐，然後有張台吉吉地，好似未 ready 咁，感覺會有啲奇怪。而且有啲比較有噱頭嘅食物，例如西京燒，我要去到8點幾先第一次見到，唔知係出得太少，成日俾人攞晒，定真係咁遲先開始出啦。燒物嘅品質我覺得係參差嘅，有啲就幾好食，有啲就麻麻地。呢間餐廳仲有一個抵讚之處，就係飲品任飲，而且全部都係即叫即沖，款式相當多，有酒精冇酒精都有。好多本地食客會喺度飲下雞尾酒，亦都有好多果汁、手搖奶茶之類嘅嘢可以揀。400蚊港紙食4個鐘頭，咁樣嘅環境服務食物質素，作為香港人，我覺得好抵玩。儘管物價有差距，我都唔係間間台灣餐廳都話抵玩㗎。嚟緊我都會出一條片，講一間好出名、好多香港人都識嘅台灣餐廳，但我就覺得服服地。想知邊間就記得訂閱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
記得訂閱、讚好、打表情符號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